总小儿在枪洋洋，不战自然，艳洋洋，岁岁平安。去吧。总小儿三枪洋洋，不战自然，艳洋洋。马该艳洋洋，称心如意，足以一一龙啊！啊！好讲啊！吹，喊这话。哦，此人真是后台的蛋吗？咦，题上因为有一种的字，写了马该，娘娘你看啊。哎呀，真是好文采呀！啊，文采啊，一滴水，一丝好比小伶俐，滴滴作揖甚高贵，一丝文采通心归。一丝文采通心归。堂内来了众位太医，送来无数的凤帖，来求见王爷。凤帖留下，众位太医不见也罢。晓得。凤帖留下，众位太医抢回。臭文法。杨世凡，杨妙琴，哼，你就想爱攀梁附凤啊，哼！我心中。
娘回府，这个晓得，驾家。神这个来去，强用用速催呀！父亲不必一死，哎，今生你这永可归，见个娘娘。平身。吾已见过父亲，你呀，罢了罢了啊！见过王爷。恭喜5年，贺喜5年呀！吾已喜上何来？万岁，娘才5年平凡有功，就在今日早头贴此童年宝贝。果然好一对宝贝。5呀，万岁既言托太殿名存，先听了驸马，也送年宝贝，可是听凭自问啊！父亲，哎呀，5年，今日世间牺牲，太不是敬雄，也是长辈一路辛苦了。启禀王爷，娘娘去小强运动作废，偏偏伫庙中后见到一计啊！啊，见到了马家呀！5年，都带见到了马家呀！材料神作之下，空了一概念。啊！竟然有暗用有强势的人，家人，猜，大家调名拿来，因我千刀万剐。晓得。父亲，吾已将其绑走了。却是为何啊？父亲，用兵。安用就是你个部队了，样办轻易的部队。你呀！好痛！
亲，你不想因这顿，有点用嘛，随爱回房，晓得？宋娘娘，因为凤爷，这早后生人，佢按照乜嘅名相啊？启禀凤爷，见到总少呢，哦，佢家住哪位啊？马该下里下带，啊？乜嘅下里下大嘅呀？系呀，系在下带门外，下里糊涂下带村。乜嘅哈？嘿呀，下带门外，下里糊涂下带村。哦，对咧，下去吧。晓得。家燕，猜明日所带40名嘅军士去到下大门外，下里糊涂下大村，将吉扎总小李将其捉来，前来见我。晓得。哈利不打，哈利哈呆，哎呀，那也糊里糊涂啊！总小你呀，总小你，你呀把老夫莫给糊里糊涂，老夫要按用你死个糊里糊涂。春寒当心数量，但系做到安歇吧，你就歇困去吧。晓得。有莲子啊，金娘娘，系咪喊啲输气呀？马萨系你讲法总是不留神。今日上阿用嘅事情，公公又何妨？那啲王爷会将娘娘嘅埋人一吞啊！你哋要同佢讲乜解？娘娘，跳好，全国爱听到话了啊！马萨怪你，也起来吧。多谢娘娘。娘莲子啊，我就讲，
金娘娘一定唔会怪我嘅，这件事情顺将哦，我归结在害人嘅总上你记唔好啊，也唔做得怪佢，佢那唔系佢，因为发生安样嘅事情啊，娘娘啊，你可能还唔知，佢王爷已经派了40名嘅军士去捉那总小你了呀，当真，当然系真经嘅呀。你也当在，让把要付出嘞，也变以后时好。娘娘，马该以后时好。莫马该，你就下去吧。晓得。记真记，按到总小你嘛。看其无面，貌堂堂，虽是中年汉，妻子闻那诉心阳，棺材不相好文章。为何貌似苗头，难猜他心意彷徨。第三版两次喜不悔。毛氏以来，撇有记，是也办太淡的那戏，是送戏，是也办多情的那戏，娘女你。你虽言已有意一片痴心意，只奈非水漫，难求路难
钟小妮，钟小妮，钟小妮，钟小妮呀！哎呀，娘娘，娘娘。哎呀，牛年纪呀，你看娘娘身份颠倒嘞，一天又变嘞，等来去病亡呀！娘妈呀！哎呀，娘爸糊里糊涂的就去病报王爷嘞。娘娘今日为晒的大会，莫非朝日本王爷埋怨了自己，有犯人性的脾气了？不对呀，这个娘爸又喊定钟小妮的名，莫非他才没有说见到了